串联今日要敬拜的诗歌，咱伫第一首是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第二首是圣诗158首，我有一好朋友。再过来一届。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展开这个天。当信心伫我的心，咱要安怎？咱要来学罗主，咱请起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罗主，亲像早时代必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罗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学罗主，我要学罗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学罗主，我要学罗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感谢主，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敬拜。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必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必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必学。你敢知早时特别用安怎来敬拜咱的主？伊用唱歌，用吟诗，用跳舞，是毋是？这是
咱嘛用跳舞来学乐咱的主。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专给向伊敬拜。哦罗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全地向伊敬拜。哦罗耶和华，伊予天上雨水，降下伫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阮米粮，无论啥子贫富，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全地向伊敬拜。哦罗耶和华，伊予天空落水，降下伫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阮米粮。无论啥环境，有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厝，哦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降下伫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阮米粮。无论啥环境，有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我甲华。我的厝。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真欢喜，搁一摆伫咧圣殿，伫上帝的面前，伫正人的面前，宣告我甲我的厝要服侍耶和华。因为咱是被竞选的，咱互上帝来呼召，来到伊的面前，咱将家己献上，互主来使用。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再次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再次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听阮的天父上帝，你将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降落伫世间，用伊的宝血洗阮清洁，竞选阮逐人成做你圣的囝。主啊，这是一个圣的记号，圣的呼召。我用阮的一生要来回应你的听。愿主你使用阮逐人，成做
你看重的器皿。主啊，阮一生的意义，就是要活出这荣耀的呼召。阮要用勇敢、前来跑走。求主你帮助阮，加添阮气力，当阮若软心倒退的时，信心就要搁一摆来提起阮，搁一摆来加添阮气力。主，阮感谢你。当阮用诗歌敬拜你的时，阮感受你的疼，就降到伫阮的中间。主啊，主啊，你的疼是何等的丰盛，因为有你，阮的生命才有特别的意义。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我用阮的真实甲诚实来敬拜你。主，你是一个圣洁的，求主你嘛帮助阮一生活出圣洁。主，愿感谢你，愿敬拜阿老，愿主你得到荣光，愿这荣光归乎你。哈利路亚！愿感谢、敬拜、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耶和华，求你欢喜拯救我；耶和华，求你紧紧帮助我。愿遐个少想要害我性命的，做一个见笑闹开；愿遐个欢喜我受陷害的，活倒转受凌辱；愿遐个对我讲好哉好哉的，因为见笑来败无。刘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来吟诗来学了咱的主，是圣诗第298首，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咱请起立吟全首。快
心是天顶地大欢喜，关山青果菜野草花，青水平原凉风吹，鸟食是赶紧下水船，送出荧光荧无线。祝你下面如你舒服，含羞尊重应情所。我挑生命的路弯头，可袂看看水长流。上主天白基督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人人相听所无客气，两手挥舞永无离。你我是心所感应声，一切恶乐主生命，上帝主爱保求人类，手照三听结不开，称赞不断的地我奋斗为的心，为何我声响亮无停，全然一开选人生。请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在主耶稣，阮感谢你，今仔是又搁是你圣的主日，阮相信主你的圣神伫阮的当中要来引带阮。主啊，阮是你竞选的，阮是罪人，阮还咧学习侪信仰的功课，甲生命的功课。总是主有你的同在，阮就毋茫。主啊，阮知有一寡试炼不断伫阮的身躯边，阮软弱，毋知要安怎样做才好。总是求主你赏赐，互阮智慧甲勇气，来行未来这条福音的道路。主，你是公义信实上帝，你必定看顾阮，看顾你的羊。阮感谢你，主你留保惠来替阮赎罪，也感谢你差派信心伫阮的心中，互阮伫逐样的困难的时，阮会当来靠主欢喜，嘛会当来靠主来刚强。阮有时伫圣经内面要找找人生的答案，总是主你永远启示，阮得爱来掠定主。来挖靠你，主，阮感谢你。阮知伫这过程当中，阮会去拄着一件搁一件的试炼，总是主，阮无惊吓，因为你讲，阮爱刚强壮胆，无论阮到倒落去，主你的圣神拢要甲阮三甲地对，要来保护阮。阮感谢你，主。当阮面对无法度人选择艰难的时，主求你，互阮智慧，开阔阮的境界，互阮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艰难的事件，来帮助阮。主，阮感谢你。特别，阮嘛要为未来无偌久的时间，阮两位牧师要到新的所在，照着主你的旨意，要来去到台中迄个所在来牧会时，求主你圣神甲因三甲地对，将因放伫主你所欢喜迄个高山地迄个水的所在，互因会当伫未来牧会的当中有主你甲因三甲地对来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也带着阮罗州教会众兄弟姊妹祝福。去到迄个新的所在，主，阮感谢你，阮将阮的心意摆伫你的面前的时，求主你也来看顾。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接着咱来启应文49，以赛亚书55篇，以赛亚书55篇，咱伫咱的神圣诗后壁面第1089页，显着我来启兄弟来应，来喙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哪着开钱买卖这一个米？恁注意听我讲，就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无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高倒转。予要赢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一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青碧。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煞接献诗，今仔日咱圣歌队要为咱献的诗是我要学老，我要学老，圣歌队请。
感谢圣歌队献诗，线接祈祷，咱请起立，咱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成做咱的功德。来，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予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4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到第5节。显着兄弟来看，我来读。第1节，人着掠阮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遮的奥妙的管家。搁所望伫管家的，是爱得到伊尽忠。若是我，互恁还是别人批评，我掠做极小可的事，我也无家己批评，因为我毋知家己有啥物通责备，总是我无对即个得到称做义，独独批评我的就是主，所以时未到，恁袂得批评啥物，听候主教，伊要用光照伫黑暗，才会隐捌的事，显明才会心内的计谋。迄时，逐人对上帝得到伊的娱乐，一上。将伊的话刻点伫阮心。煞接讲道，今仔日牧师要透放的信息是忠心侍奉，忠心侍奉主。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大家平安。顶礼拜大家过了好无？哦，感谢主，哈利路亚！有2天的风台假，互咱得到真好的时间。但是南部淹大水，咱嘛爱替南部淹大水的所在来替因祈祷。特别有农业损害，也是厝享引起这的家庭，咱替因祈祷。不要做一个幸灾乐祸的人，我们要一起。同受这样苦难因为咱北部无啥物大的风雨，但是南部受风台安尼的作物，咱爱做伙为着安尼的事共同来承担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阮疼阮，伫阮受拣选的囝儿来荣耀上帝，互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主，阮所有的妖异黑暗，拢赶散，互阮来荣光主你的圣名。今仔日的主旨是奉主的名，快乐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的荣光灿烂照入阮的心，互阮的生命得到亮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但对今仔日透早咱来到教会，咱敬拜娱乐。以及咱拄仔吟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这条诗歌是快乐颂，是贝多芬写的。对这条诗歌，咱知影讲，咱爱欢喜来亲近主，欢喜来敬拜娱乐上帝。所以咱每一届礼拜拢爱非常的用欢喜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无论咱伫咱的生活顶面拄着任何的境遇，咱拄着主来得到。欢喜快乐，因为咱的上帝是信实，所以咱伫诗歌讲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咱用 faithful 来形容上帝。咱咧吟诗的时，咱讲主你是信实的
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石盘，有你引带，咱拢免惊，咱拢无啥物任何的惊吓。伫诗篇36篇50嘛，甲咱讲，耶和华，你的慈爱伫天里，你的信实伫到伫穹苍。咱做伙来读吼，耶和华，你的慈爱是伫天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所以对于安尼来看，诗人咧用讲上帝的名，咧恳求上帝的事，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咱用信实来形容上帝，因为上帝的属性就是信实，伊是咱永远的石盘，伊是引带咱的主。但是咱做上帝的囝儿，咱是爱用忠心来侍奉，因为忠心是上帝仆人的属性。所以凡属伫主的人，咱就爱凭着信心甲忠心来服侍主，来侍奉人，来服侍咱的教会。代表无论去到倒位，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伊倚靠上帝来得胜，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欢喜，甲伊同在。但是咱注意看，代表伊的一生毋是平凡、平顺，毋是遮尔啊平静，伊的一生嘛有起起落落的事。所以咱爱对一件宝贵的应允，就是咱爱去思考上帝有甲咱同在无？上帝有甲罗州教会同在无？你看隔壁兄弟姊妹，伊的面容，敢有会当看出上帝有甲咱同在无？大家笑一下。所以咱想看嘛，上帝有甲罗州教会同在无？愿主想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有上帝，有耶稣。咱有圣神甲咱同在，伫咱的敬拜内面，伫咱的吟诗学乐，伫咱的祈祷的内面，伫咱读圣经的内面，甚至咱坐伫遮，咱有感受到上帝充满伫咱的圣殿，上帝充满伫罗州，上帝充满伫台湾，以及伫即个时刻，其实台湾几啊千间的教会，伫今仔日的透早，无论伊是7点礼拜、8点礼拜、9点礼拜。也是10点礼拜，甚至有的教会是11点礼拜，也是伊是下晡礼拜，也是伊是拜六就已经礼拜煞。上帝充满伫咱所敬拜的所在。去到第选，阮是暗时7点外礼拜，你暗时7点外敢有来礼拜？但是人的教会7点外礼拜，阁是圣殿坐满满，拢是人。因为因的教会对透早礼拜到伫暗时礼拜，总共有4场到5场的礼拜，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较早我细的时阵，透早礼拜、暗时还阁一场的礼拜，但是即摆有的教会透早一场的礼拜，下晡还阁一场的礼拜。无论咱有几场的礼拜，上帝拢充满伫咱敬拜的所在。牧师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其实伫去年150周年的庆典了后，阮就有即个想法，来甲即个阶段性的任务来甲伊完成。其实去年淡薄小看的兄弟，因就知影讲，阮就甲遮个人透露阮后一步的想法、甲计划、甲规划。当然，这是阮的计划，总是。我毋知影上帝计划会伫正袂，但是已经伫去年早就已经有人知咯。所以咱的教会若是要搁咧讲，牧师的走是因为中职会发生什么代志，是社会发生什么代志。其实伫去年早就已经有兄弟姊妹已经知咯，只不过遮个人拢用安静的心替牧师祈祷，替教会祈祷。所以，这个拢是藏伫心中的祈祷。所以无论教会发生什么种的代志，你会感觉讲你听到的代志，感觉讲张飞怎么去打岳飞呢？这是两个无同款时代的人，因两个较会去拄着。所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希望不要在我们教会来发生。其实牧师的理论跟任何一个兄姐，跟任何一个长职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这是阮甲上帝的约定。因为阮来到这个所在受呼召，来到罗州教会，也有最互阮经历的事，我嘛是放伫感谢而乐的内面。这首诗歌安静，可能伫咱风台中间，佫需要用安静，因为上帝伫风暴中间游玩做掌管，伫大水的中间伊游玩掌管。所以，咱的灵爱安息伫主基督的内面，安尼才会当得到完全的信靠。所以这首歌安静，嘛当互咱来真做咱伫平常时来吟，互咱的心灵来得到平静。阮即届去底选要讲到底选。其实互我得到真侪操练真侪操练。有一日阮去到海边，阮去到海边，咧行迄个步岸，这个步岸真悬，看落迄个海水真清。我甲边仔的同工，韩国的同工讲 ，You look a fish under the sea。你有看到鱼仔伫海的中间无？伫海洋的内面，伊讲看无。我讲你真足看。You look, just look。真正有看到鱼仔伫海内面。这个水真清，这个水真清，看到鱼仔伫内面，甚至看到下骹的岩石，所以咱水看，这个水是清的，是安静的。所以咱水来看，如果这个水若是落的，咱看袂到内面有甚物种的物件。所以一窟已经真落的水，一窟水质无真好的水，但是你若阁一直家拉，一直阁家拉，你不止家拉，你阁揢边仔的棍仔甲拉，安尼这个水毋是阁愈落嘛？愈更加看袂清这个水内底到底有甚物种的物件。当爱当甲平静落来，风影拢平静落来，你就会看到讲，这个水内面有鱼，有水草，这水，这滴水的内面，有生物，有生物。你若一直落，你看袂到这个内面有甚物种的物件。以利亚战赢这拜巴力450个拜巴力的先知了后，伊是面对着追杀，伊面对着性命危急，所以开始逃走。伊来到一丛树骹，伊求上帝讲：主啊，归去互我死死的准拄煞。但是上帝留伊的命，甲伊讲：你去祝福，你去祝福，你去割抹，你去割抹，去共祝福。所以以利亚阁起来，讲以利亚甲上帝讲：较会剩我一个人。上帝甲伊讲：还阁有7000个，还阁有7000个人无拜巴力的人。所以伫旧年早就有人已经知影讲牧师有即个生涯规划，所以遮个人你会当起来替即件事来见证。其实甲任何一教会、任何一个人拢无任何的关系。所以毋茫讲，咱平静就会看到代志、事实甲真实。毋茫伫牧师理念，拢无一个人受到伤害。安尼，这是要紧的事，这才是要紧的事。所以求上帝帮助，才会无出声的同工，才会安静的同工，咱会当来见证这件事。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互咱会当搁较侪安静的心来面对咱的教会。我相信无牧师的教会，也袂有甚物种的大代志。但是若无耶稣、无上帝的教会，这才是真正的大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对伫敬拜而乐，咱就开始吟诗，
我甲迄厝要来服侍上帝，咱拄对吟的诗歌，咱对拄吟的敬拜而乐，应邀的呼召，咱对咱台顶的兄弟姊妹所出的敬拜而乐，咱敢无体会上帝伫咱的中间嘛？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亲像咧广告的时，我看到迄电视的广告，即个水是热的，爱加啥物物件落，即个水线变做清的。广告了，大人就去买迄个物件。但是咱的教会真需要安静的气力来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会当更较好势，更较和谐。所以今仔日咱对哥林多前书来看，保罗先生嘛有受到人论断的事哦，无伊哪会写这？所以讲时还未到，无拢莫论断，只要单主来照着这黑暗的事，显明人的意念。所以迄个时间，个人爱对着上帝遐安怎来得到娱乐。所以时还未到，所以主当时的话若到，就互这个代志会当清楚来明白。我相信咱的教会是有上帝有主来掌管，所以咱爱安静咱的心。所以当咱安静的时，即个时还未到的时，但是等时若到，什么拢毋免论断。无需要去论断任何的事，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对任何的事，咱拢用更较积极肯定来彼此来娱乐，彼此来接待。虽然注意看街头有出现耶稣无，这种上凡是你伫你的内，有人传互你，你敢捌看过？有看过的人举手。无到一半，差不多1/3。你有看到耶稣无？第一届看的人，你注意详细看，看袂出来，看袂出来。咱这条路有眼科，再注意下看，有看到耶稣无？眯眯眼，看互你加，互你慢，我一面讲，恁一面看来欣赏。伫街头竟然出现耶稣，这甲人讲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咱甲边仔人看讲，你透早好无？咱咧团契前一站咧吟诗讲，啥物早？熬早，食饱未？Good morning， 你注意下看，这3个人伫遐咧啉咖啡，出现了耶稣的像，看袂出来举手。你已经看出来吗？敢有人看袂出来？用脸看袂出来，来，迄个，就注意下指点一下。你注意看，耶稣的面出现了，眯眯眼，嘿对。所以讲，咱伫你是信实的上帝，这条诗歌讲，我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前，我会聆听候你的声。所以咱注意看，耶稣出现伫街头。点礼拜，咱的主日信息讲，领受喜乐的祝福。大笔甲米迦的对话，因为大笔已经做王，米迦无欢喜。大笔因为非常的单纯，咧迎子约柜来到这个布片的时，伊欢喜跳舞。伊是欢喜跳舞，甲伊袂记得家己是王。伊跳舞，甲伊的衫全溜落来。伊跳舞，甲伊袂记得伊是王尊贵的身份。所以米迦伊的某扫罗的查某囝就甲伊讲：你伫耶和华的面前，你伫耶和华的面前竟然安尼。但是大笔甲米迦讲：我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要荣耀娱乐，我阁要阁较卑微，我阁要伫上帝的眼中阁较卑微。所以咱看到大笔，伊讲我是一个伫
伫上帝眼中是卑微的。虽然上帝帮助大笔是无势利的，大笔毋是故意的，但是米甲借题发挥来骂大笔。所以大笔讲，我伫上帝眼中，我要搁较卑微。虽然上帝是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咱会当搁较谦卑，会当搁较谦卑。所以愿主是帮助咱，咱伫忠心侍奉的顶面，咱有当时啊有无心所犯的错误，但是咱爱彼此互相来提醒就好，来嘛爱彼此来鼓励。圣经的话是要用来鼓励，圣经的话毋是要用来指责人。上帝的话是要来安慰人，要来鼓励人。耶稣去拄到迄个犯错的妇人人，耶稣刚好甲伊定罪，在场的人嘛无人甲伊定罪，所以咱会当用主的话彼此来互相鼓励。其实我来罗州教会，我4年外来，我看到咱的教会有真侪忠心的兄弟姊妹，有真侪忠心的信徒。因为每一个礼拜六都有人来摒扫教会，虽然无真侪人，但是每一个礼拜六拢一定有人来摒扫教会。到下晡的时，也有人来插花，哇！遮尔啊忠心的信徒。圣歌队礼拜六来练诗歌，遮尔啊忠心的信徒，兄弟姊妹，咱无该伸手甲因祝福一下，咱伸手甲因祝福一下，是毋是？所以到主日，咱看到主日学的老师来备班，教遮的小朋友，教遮的咱的后一代，这是忠心的信徒啊！咱看到书会，咱看到交代，咱看到音控，咱看到准备茶水。咱看到伫酒的长老，这是遮尔啊忠心的信徒。咱看到周间有当时啊物件歹去，咱来冷气歹一台，敢有人知影？一台冷气变2台，较无缘无故都2台冷气，这有人烦恼嘛？是毋是？所以有人来整外口的树啊，有人来插花，有人来做遮的侍奉，有人有敬拜团。咱有侪遮的聚会，有咱的会长，有同工来替咱备办。礼拜三，咱有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会，来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集体、为着大大细细项的事来祈祷。遮尔啊忠心的信徒，咱看到团契聚会，侪人参与，咱看到遮，咱爱彼此祝福才对。咱大卡甲大下，咱来彼此祝福。这是我伫底选的时，我每一届底选的时所爱面对的，就是每一天5点起床，5点起床，然后倒来到伫教会已经7点半，食饭饱7点半，安那要暗倒啊？5点到7点半，迄是啥物种的情形？已经经过12点钟。已经无电啊！无电啊！只是搁要敬拜俄勒。你敢知呢？敬拜俄勒偌久？15分钟，你准则要煞了。即个锻炼的人，搁开始搁一首，搁接一首，总共要到超过半点钟。无电啊！搁有半点钟敬拜俄勒，怎家己的电怎向充满起来？本地是剩10%。敬拜了，哇，提升到50%、60%。牧师搁讲道一下，搁半点钟，了搁祈祷，7点半的暗祷到通常到9点才会结束，点半钟，互你的电搁恢复起来，所以叫做苏醒啊，苏醒。但是无一个人化忝，咱即对咱的教会有咱。104个人的中间上届年老，美丽姐所以咱兄弟姊妹，圣诗591首，甲咱讲，忠心正信徒信用深，信用深地基固，所以这信用是真深的，爱有地基。
信靠主的话，才会找到活路。耶稣以外，咱无通倚靠，专心仰望，才袂去失错。所以，咱专心仰望主的人，咱毋免惊吓，袂失错。对哥林多前书来看，上帝借着安尼，掠咱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遮的奥妙的管家。搁安那所仰望伫遮管家的，是爱得到伊来尽忠。咱的兄弟姊妹，真侪人是尽忠咧侍奉，尽忠咧服侍。这是我4年来我所看到真侪的兄弟姊妹，包括侪遮的同工。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会当搁较坚固，来互主得到欢喜，来复兴泸州的福音。我回想，我怎样要来咱的教会？伫即几年来，我一直咧回想讲，为什么我会当来泸州教会？其实是我的丈人丈母甲我讲一句话，讲这个事恁拢毋免操心，毋免烦恼。伊娟牧师的大忌是，伊上大号还需要大人去服侍他，那是什么一个状况？就是他没有办法独立，他永远是一个在口欲期的孩子。因为我大概回去，伊就是要食物件，要食物件。看到我有啥物物件互伊食无？看到我咧食，伊一定会从来要食。但是伊拄仔已经食饱，伊阁要食，伊就是亲像2岁迄种食袂饱的囡仔安尼吼。所以我丈母甲我讲一句话，讲我若先离开世间，我已经交代好，大这事毋免恁操烦。恁就是尽忠尽心去服侍教会。大这个事你毋免去操烦。若阮的事呢？若大姊先回去，阮2个老的，恁嘛毋免烦恼，阮会家己烦恼。所以讲，就是要互阮伫教会来尽心尽力来侍奉。所以因为即句话，我无任何的跨路，我来到台北牧会。所以我有啥物会当有利的条件吗？其实我无啥物有利的条件，我完全拢无。我嘛无要去听人的声音，我嘛无去探听泸州教会安怎，我拢任何拢无去听。我敢若听迄阵的小会议长叫做魏建祥牧师，伊甲我讲的话安尼若定。所以有啥物代志拢去找魏牧师。愿上帝使用帮助咱。迄当时校长咧一直敲电话互我。其实我一开始我是甲伊婉谢，我讲谢谢。但是伊一直敲电话来的时阵，拄好我要出国去参加地选。我讲我有啥物种的条件？我讲我去地选回来才去讲。了后，阮就去地选。迄年已经是5冬前的事啊。我甲三密教会敬拜团共一组，阮伫街头咧传福音，传甲我袂记得我是一个台湾人。我传到我毋知讲，我可能是一个台湾人，有侪人对，因为阮是伫市中心边仔有百货公司，来去的人足侪，有阿兵哥，有小姐，嘛有老人，嘛有侪只要去坐车，可能边仔有车站，就来去的人足侪。我传到讲，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韩国人？因为边仔人一直唱歌，这个少年人，因为伊是敬拜团的，因会晓弹吉他，伊就甲吉他摕来伫遐弹，去拄着3个少年人，因都伫遐做伙唱歌，因都伫遐做伙吟诗学了上帝，阮就伫遐较紧诶，人来，阮就甲伊分传单，甲伊祝福，嘛有拄着基督徒。阮即届去坐地铁，竟然拄着一个妇女，伊看到阮的名牌，伊嘛讲伊是基督徒。阮要落车的时，阮做伙祈祷。所以这是一个真奇妙的造物啊！所以我想讲，我来时路，我有啥物种有利的事，其实我无啥物种有利的条件，我无啥物种有利的条件。所以我去地选了，我就有心有放下，所以印证着伫教会服侍侍奉，就是无保留，
不退缩，无遗憾，无保留，无论内，无遗憾。伫教会侍奉，就是对上帝的疼，对教会的疼。我的丈人丈母，因伫中部牧会总共有40年，其实伊留落足多的物件，会当讲常常有遮的人，也是资源等等遮的。其实阮会当讲来台北牧会，对我来看是无可能的事，但是4年后已经发生伫即个所在，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会当伫4年来有做的事，嘛爱。其实我爱感谢侪人边仔迄个陈牧师即届甲我困同间房间你主要你看我迄阵头毛遮尔侪，5年前，即个边仔即个牧师伊是中华田中出身的牧者伊的教会最近咧建堂最近咧建堂，伊第一暗就甲我讲，有机会去泸州教会募款伊第一暗就甲我讲即件代志，第一暗我就开工到3点，下5点爱起床的，我开工到3点，开工到2点外3点，就一直甲我拜托讲有时间来泸州教会募款，因为我知影伊的教会募款差不多1年外因为伊的教会就是伫市内，因有2间，本地1间店面，前几年买第2间店面，即摆已经买第3间店面。买第3间店面是不得不的，因为因甲3间店面拢拍通，第3间无爱租因讲要收要退租，要退租要安怎？拍通要安怎？你像我共起来行人的，我佮起即片墙就佮开要几60万，而且顶面佫是无输款，所以无输款说3间会变2间，哇！伊就真拍拼。了后，因最后教会提出勇气，讲我甲恁买，好啊！你要甲我买，厝主较有可能俗俗较卖恁，所以伊只好就安尼甲吞落来，就去募款安尼啦吼。所以一直甲我拜托，吼。但是其实咱的教会、咱的社会已经有议决，咱今年的奉献是无夹奉献袋啊，所以咱顶主日。文艺时光，你有看到奉献袋啊无？奉献袋啊，请去招待倒摕。为什么要安尼？是因为咱前3年，咱的存款并无转去建筑基金。咱的教会若是年底有结存，咱的社会拢一定甲伊转一寡的经费去咱的建筑基金，互咱的建筑基金会当搁较侪的奉献。安尼累积对咱以后要建堂的路有帮助，但是这3年来，咱有减少，所以咱要用今年来恢复咱的建筑基金，就是讲咱毋茫讲年底会当存搁较侪的奉献来转入建筑基金，安尼概念你知无？这是社会决定的事啊！我讲我会当因为我个人，怎讲？陈牧师你来募款，袂使。这是规矩啦，这是规矩。既然是社会议决的代志，就是大家长老甲牧师做伙议决的代志，毋是我个人的事。我袂当因为我个人甲这个陈牧师做好的，我的感情做好的，我怎甲伊讲？你来募款，袂使。咱的社会是5个长老甲2个牧师做伙组成的，其实无啥物几票对几票的代志。完全是没有。我在台上讲话，我要负完全的责任，而且这个礼拜晚马上就在 YouTube 上面了，留下证据。是啊，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几票的事情，对，没有什么几票的事情，大家就是共识，共识。所以代表看伊家己做比比啊。我袂当因为我是社会议长，我就超越这个规矩。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30甲咱讲，若是我互恁，也是别人批评，我
也做极小可的事，我也要家己批评。保罗伊家己自称我是使徒中的使徒。其实保罗伊伫这初代教会中间，其实伊嘛受到最的事。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的教会甲主搁较侪连结。咱有看到咱敬拜团的衫无 ？United we stand。只有连结，咱才徛会牢；只有连结，咱才徛会牢。什么人无爱互咱联合？什么人上无希望咱联合？所以咱敬拜而乐，咱一直唱诗歌，为着什么？就是要甲主连结。其实United we stand 是咱的长老教会南甲北要做伙合作伙一个，迄个时阵上界重要一句话。因为北部有北部大会，南部有南部大会。因为这两个大会是来自无共款的车会，一个是加拿大的车会，一个是苏格兰的车会。因为这无共款的车会要甲伊合作伙，所以迄个时阵 United we stand， 只有咱徛会牢。所以咱敬拜而乐是要互咱徛会牢，来甲主连结。所以咱看到讲大骹爱甲大顶的人互相来彼此伸手来祝福。你有看到咱教会兄弟伫顶面无？除了我以外，你有看到无？大骹甲大顶的人互相来祝福，这就是咱的教会真需要。望咱用做来比听搁较重要，听比讲搁较重要。愿主帮助咱。耶稣敢有需要去解释讲，伊为什么无对圣殿跳落来？耶稣敢有需要去解释讲，我为什么无爱甲石头变做饼？耶稣敢有去解释讲，我互顶十字架的时阵，我哪会无对十字架顶落来？耶稣较会无去解释这个代志。其实耶稣毋免解释，耶稣用3日4对4个话来印证一件代志，就是用个话来带着望，来带着生命。耶稣是用4对4个话来互咱得到望。所以咱爱较侪祝福咱的教会。雅各书甲咱讲，咱有真侪的事的顶面拢有过失。只要人若无伫言语顶面有过失，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人。咱伫言语顶面拢有过失，所以咱伫过失的中间，咱彼此用主的疼来互相来彼此来接待接纳。咱做伙来吟在你呼召之地。伫咱呼召的所在，伫泸州教会咱受召的所在，咱有注目看到咱的圣神，看到主无？咱有去拥抱咱家己无？有拥抱边仔的人无？愿上帝赐了平安，会当充满咱大家。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注视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能，使我心感到满足。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注视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能，使我心感到在你呼召之地，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
我也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在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咱最后三个来祈祷。咱用敬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咱是忠心的信徒，咱有忠心的侍奉，咱有忠心的敬拜，愿主来接纳咱，互咱伫呼召的所在，来看到主的阳光，互咱的心常常充满。咱做三个来祈祷，主伫呼召的所在，愿知兄弟姊妹因伫路就这个所在徛起。因伫路州这个所在，真做兄弟姊妹，因伫路州这个所在来荣光上帝、荣光主的圣名。伫路州教会有侪真正是忠心的仆人，有侪忠心的圣徒，有侪忠心的侍奉的事，这真做荣光上帝的事，来互主你欢喜。我嘛要将这个来真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来感纳。愿今仔日的敬拜，愿今仔日的娱乐，愿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搁深深来体会主你呼召的声，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徛在伫阮的教会，彼此连结，阮互相连结，阮才徛会牢。阮啊，甲主你连结，阮才徛会牢。愿上帝你的话，你的真理来帮助，来安慰阮，来互阮得到快乐，互阮得到帮助，互阮得到力量。阮伫这呼召的所在，继续来见证，来荣光上帝。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鼓励加勉励。咱即时来吟回应诗第158首，第158首。我有志好朋友，咱请起立吟全首。对。
线接咱来奉献，请奉书献的当间来书献。咱请起立念奉献的诗。就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哥林多前书》4章第1节，咱用台语来读2摆，伫个咱的周报的封面的所在，来，咱着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这奥妙的关系，人着了，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才会奥妙的关系。哥林多前书4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线接来欢迎甲报告，今仔有新来到咱当中的朋友兄弟姊妹无吼？安尼，我来做咱本会消息的报告。本会2位牧师服侍到8月底，感谢大家4年来对牧家的关心甲带导。咱兄弟，咱当然，咱伫即个中间，咱嘛是有做诶毋甘啦，总是上帝有伊的旨意。那咱2位牧师，顺趁着主的旨意，要前往到台中新的所在去牧会。咱兄弟，咱嘛爱为因来代祷，为因来祝福，带着咱的祝福去到新的所在。毋望因未来牧会的脚步，拢会当一切顺遂。第二，8月初4下礼拜日，咱是联合主日新的殿。嘛有一个叫洪楚林姊妹要来洗礼，请咱兄弟大家关心代祷。8月初4下主日要来举行父亲节的感恩礼拜，咱邀请大家会当出席共同来祝福。第4。8月初9，星期5暗时8点，咱
等金夏姊妹伫伊个厝来举行追思安慰礼拜，那咱若有时间方便的兄弟，咱一同来出席，来安慰家属。第五，8月初10星期六暗时6:30，敬拜俄罗培训。这是咱敬拜团嘛欢迎咱所有对这个敬拜团这敬拜俄罗有负担的兄弟，咱嘛欢迎恁一同出席。第六，教会要招募音控，咱若对这方面有恩赐，还是有负担的兄弟，咱欢迎你干事来报名。每礼拜三暗时8点，咱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团契消息：上年团契伫今仔日台语堂礼拜结束后，伫个教会1楼举行例会，互咱上年团契兄弟，咱请主神。第二，咱青少年团契伫个8月17、18两天要举行灵修生活营，要去到三支这个所在，咱兄弟来为因来守望代祷。咱集体相当的部分，咱各位兄弟伫咧灵修的时阵，咱毋忘为遮咱的所有集体来为因代祷。咱教界消息，8月初3星期六上午9:30到12:15，伫个台北中会有举办公益性别公益部咧举办专题演讲，咱嘛欢迎咱兄弟家己前往。第二，8月17日礼拜六上午9:30到12:00，中会举办教会各资的档案的安全维护甲管理教育，咱欢迎咱兄弟，特别是咱中职若有时间，欢迎报名参加。咱后一个礼拜是8月第1个主日，咱双月咱有圣礼典后礼拜咱有姊妹要来洗礼，洗礼了，咱共款有一个庆典的特会，这中间后礼拜咱的礼拜会足丰富，因为咱要庆祝父亲节，咱的青年嘛是用8月第1个主日做因的主日所以变成3合1、4合1。应该是4合1，所以后礼拜有4合1的大餐，咱做伙爱来领受。而且咱8月第1个主日是咱总会所定圣乐主日，圣乐主日是甲圣歌队有关系，所以其实是圣歌队甲青年以及洗礼然后以及父亲节所以咱的庆典会做。充满足多的恩典，阁有去底选的队长要来见证，还有文良兄要见证，所以咱一定爱在这个时间留落来，对9点来参与礼拜，这个礼拜有献诗，有庆祝父亲节，有洗礼，等等。礼拜煞咱嘛要有一个庆典特会聚会，这中间咱会请文良兄来见证。这留下伏笔，咱会当做把这个时间给伊腾出来，然后下个礼拜一起来敬拜神，来荣耀神咱来吟每遍诗第390首，煞了，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咱请起立。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最后所记的恩典，被上帝听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列倒避讳。